第12课字母。台湾话罗马字是字母，毋是注音。规本基督教的圣经，30年代的小说，可爱的修人，拢是完全用河洛台湾话罗马字写的。用白话字，就是台文罗马字写的报纸，比第一份满洲话的报纸搁较早。母音 a、e、u、a、o。pot、eat、food、get、again、ought。a、e、u、a、o。a、e、u、a、o。注音，满洲话无 b 甲 g 的音。满洲话嘛无 d 的音。个、科、的、mu、呢、ski、kid、的、呢、波、坡、斯、的、特。speak、peak、steak、take。波、坡、斯、的、特。